说到1990年的霞飞杯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，我想先给您读一读当年的获奖名单。1等奖陈飞，2等奖方亚芬、王君安、吴凤花，3等奖于建华、何永芳、张海玲、陈琼琼、严佳、林慧琴，还有10位演员同时获得了粤剧之星的称号，他们是赵志刚、王志平、钱慧丽、萧雅、单养平、胡敏华、吴素英、陈颖、韩婷婷、毛微涛。这样一份名单，相信只要是对粤剧有初步了解的观众都能读出其中的含金量。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江浙沪的一代粤剧才俊已经完成集结，正在以强大完美的整体阵容展示着属于他们的时代风采，也昭示着粤剧光明美好的未来。
有多少高楼花会人，有多少老人失子女，有多少孩童离乡去，有多少兄，有多少里，有多少冤，有多少恨。本就是亲生长女悲痛生，历经灾难过来人。天
起来。病死要紧容在办，故儿你有话责怪待我讲，我何尝与你若爱不亲？这样说来，我错怪了你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当得了你。不放肆。能小姐到此有光，我特地前来送书信，这封书信何人写？那母贼的妹妹认得你，她不是扮上如去无踪阿姨，此次我已早知情。那李三想骂我，逼他后宫他不肯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，他要我送于无罪边疆信。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道义那无人听。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看不看？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送于谁心人？我不是书信，是口信。开心人呀，我记在心。这个口信要当心，不可随意那旁人听。插我的口，杀你的心，答应了去送药随心。既然得你言语反悔，请讲其事。唉，妹妹，哎呀！你在讲什么？哦，我是在你心叫你听啊。现在我与你开心啊，你就是同你见了面，你的美貌像天仙，我爱恋啥心啊的。啊，爷们，哎呀，我怀你，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与你说话，你不回答，我和你说的全是
的真名字，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儿媳。可恼，可恼！既然你是金枝玉叶帝王女，为何与我配夫妻？事情既已嫁与我，就应该前去拜寿于哪里？事不到君为国，臣为人，我岂肯与你国家把头低？说什么君臣分贵贱，就是那东宫太子也来拜头送寿礼。他定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不得不去呀。早啊！东宫太子奉了父王旨意前去拜寿，看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。父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要拜当一门寿礼，何况是你？我又怎么样？你是封阳王的儿媳，你是我乖的妻子，你怎么看？你国家虽有些功劳，尽管开出狂言，藐视我皇家，啥不是我皇家的恩泽，哪与你国家父子的富贵？嘿！啊！你须到国家富贵殿上里，请我把旧日的业的二落三七兵盘经济，也见得当时天下花会议，一道的江山从不起，不愧那封阳王国子女，啥不是我父子们东荡西上，乱争国专，谁杀上官？你无真能封王的。乖，你他当一派狂言是旁边，身若君是何理？举公是他，你犯你，要
不为他不能死，不为他不能死。
一声声欢笑，情同魂，一声声叹息，此伤心。
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的。妹妹慢走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撩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你现在已经把我桥三朝四季多礼我是保佑十万老婆太安。我与处你当也是大爷啊，为什么远儿的只向我跑？你说也是谁也好，为什么悲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把命搏吧，故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。是的，归完缘难告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在哭了？谁在哭？快！我光着你哦，你有事了，动手动脚的，说话忘了心，不就动了手，也是顾不得死我啦。你急怎么说？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颐和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衙王开门呢？啊，是我从哪里说起？
气呀！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才管这样呆呆妹妹，叫我的可就死好了。猜哪一天啊？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欺凌，杀了你义勇有力闭门根，撇下我默默凄凉在院门，偏替生我梨花尽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理人，今日又比自找鼻子打死你。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之后，我定要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，什么北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哎呀，你玩说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还是气我呢？你还是追我啊？你。什么要紧呢？劲都抱起来，还觉得一了呢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。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啊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是体贴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啊！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。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顾不了。唉，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哩。哦，妹妹慢走，你再让我说一句话这就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啊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只可惜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我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，好妹妹，是你。生缘来。
黄藤菊，望如树叶，空空在。为什么红了一笔红三元？为什么送破金丝心不稳？为什么晴天南不乱鸡声？为什么寒风吹着雪中梅？西门海市有谁儿？生离死别空悲哀，深渊偏渡苦心人，看满地落絮在你中上，我原来是老岳师兄，好大棍子，
请人与父母一拜，请君一起饮酒伺候。请便。难道要我不喝他的喜酒？三公子，三公子，你不要辜为小姐一片心呐！好个一片心，一片冰凉的心。三公子，那么你的心里？我今世上写的明明白白。其生之女，其心之女，因为女婿不为忘记，宋元有着待我3年。不对，宋明是宋元有着待我8年。那封金子，我他刘三娘送去，明明要他待我3年，此后成了8年。哦哟，快把刘三娘找来！三公子，不要走！三公子，我是说话，这封情书是你母亲拿去，请别给了一个错事。我想，你这个才子怎么也会写错啥呀？三公子，你不要死，三公子，不要死了！向员公
救兵了。命案去到边境，怎那王魁去走？也有孤魂拜了。黑山也降下了鬼问的令啊，不忘回应凄惨身，魂魄也女我把路引。
是该还山寨丈母娘，揭发暴徒朝公婆的盆。耳边响一声声财神官府，看官爷，这是什么生意？此乃姑爷爱那里？原来是姑爷儿了咧咧叫声悲，可怜他与归阴，一百孩骄傲在。莫非被抛弃，漂泊天涯，无知苦归？面具。听是偏精彩，我心说是拉比，在乡家吃茶过陪你的王魁，他在那社会路上称上做对。就是女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千里问
连续7个小时的大放送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如果您还意犹未尽，就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元旦特别节目，继续关注七彩戏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元旦快乐，再见。